今次影片咧解答一個問題，就有位朋友問我點解我經常喺影片度咧都係分享 So Computer、Manus 呢一類工具，而比較少去講 Claude Cowork、Codex 或者龍蝦 Hermes Agent 呢一類嘅工具呢。嗱，其實啦，我自己主力係使用 Manus 同埋 So Computer 嘅，而好少去使用 Codex 啊 Hermes Agent 嘅原因呢，就係因為呢一類工具咧係屬於 local 嘅 AI agent。嗱，而家你畫面見到咧，左手邊就係 Claude Cowork 啦，中間呢個係 Codex 啦，右手邊咧呢個係 Hermes Agent。嗱，你會見到咧呢三個工具咧係要安裝到去你電腦上邊，即係話佢唔係好似 Manus 咁樣咧，就咁打開個網頁已經可以使用嘅。亦即係話咧，我主力係使用雲端嘅 AI agent。Manus、So Computer 呢對咧就係屬於雲端嘅 agent 啦。嗱，因為我自己經常喺新加坡同埋香港兩邊飛啦，嗱，所以咧我係需要 AI agent 咧隨時隨地都做到嘢嘅。嗱，如果你有使用過 Codex、Claude Cowork 呢類嘅工具咧，你應該都知道咧，其實你某程度都可以喺手機遙控去做嘢嘅。嗱，呢一類嘅本地 agent 同埋雲端嘅 AI agent 嘅分別喺邊度呢？嗱，本地 agent 顧名思義啦，就係佢主要係操控你電腦上邊嘅文件夾，然之後咧佢哋有個功能咧，就係喺個手機度再遙控你呢個本地電腦上邊嘅 AI agent。嗱，咁個原理咧就係你要保持住呢部電腦係着住嘅。嗱，所以咧如果而家我撳去 Claude Cowork，然之後撳去 Dispatch 呢個功能度啦，即係一個遙控功能啦，佢就話 Claude will keep working as long as your computer stay awake， 即係部機唔可以 sleep mode 嘅。嗱，Codex 嗰個原理一樣嘅，撳去 Connections， 佢都係有個選項咧，就係話要令到呢部電腦咧係要醒住嘅。嗱，呢個功能對我嚟講係唔係好實用嘅，因為我自己認為啦嚇，就算一個中小嘅企業，你哪怕係有2-3個同事嘅，道理上一啲公司嘅文件咧最好係放喺雲端上面噶嘛。舉個例子係 Google Drive 或者係 OneDrive 或者 SharePoint、Dropbox 等等，因為咧你都要方便你同事揾到嗰啲文件噶嘛。嗱，例如我係做 training 噶嘛，我經常都要去有 slides 做 presentation 嘅，咁我一定係使用 Google Slide 嘅，因為我新加坡我有部 desktop 嘅電腦啦，我另外有部手提電腦啦，我有時咧亦都會喺手機度做嘢。咁最方便我嘅，梗係將個 slide 放喺個雲端度啦。如果我喺新加坡部電腦度做 PowerPoint，咁我如果飛翻香港嘅時候呢，我就要將呢個 PowerPoint 拉上去個雲端度。嗱，其實都唔係一個問題嚟嘅，主要就係會產生咗好多唔同嘅版本咯。對我嚟講係唔方便管理嘅，咁我不如直接喺個雲端嗰度建立呢一個 slide 啦。咁所以使用雲端軟件一個最大嘅優勢就係我隨時隨地都可以攞到我嘅文件啊嘛。咁使用 AI agent 亦都一樣咯。咁我淨係會使用雲端嘅 AI agent 嘅。咁舉個例子 ，So Computer 佢可以連接我嘅 Google Drive 啦。我亦都可以隨時隨地喺手機嘅 browser 打開 So Computer 叫佢做嘢啦。另外咧 So Computer 咧其實佢真係一部 computer 嚟噶嘛，佢係有自己嘅文件夾嘅，即係你當佢係一個 Google Drive， 咁入邊咧呢啲文件咧你係可以管理嘅，例如你可以 right click 去複製呢個 folder、delete 呢個 folder 等等。同埋另外一個我使用雲端 AI agent 嘅原因咧，就係呢啲雲端電腦咧係會定時定候 backup 嘅。嗱，如果你使用本地嘅 AI agent，因為佢直接喐你電腦上面嘅文件啊嘛，萬一做錯嘢唔小心移除翻，甚至乎中毒咧，就比較麻煩。咁但係咧，如果你使用雲端嘅 agent， 例如係 So Computer， 你咁去設定度，你會發現咧，佢係會定時定候 backup 你成部電腦嘅。例如萬一你真係做錯嘢或者唔小心移除咗某啲文件，你可以隨時去翻之前 backup 咗嘅版本。嗱，另外我之前嘅影片提到咧 ，Microsoft 嘅 Copilot 推出咗 Cowork 呢個功能。嗱，咁呢個 Cowork 嘅功能同 Claude Cowork 嘅最大分別咧，就係 Microsoft 嗰邊嗰個 Cowork 咧係屬於雲端嘅，即係話你喺 Cowork 嗰度去建立一啲 folder。建立嗰啲 skill 咧，其實自動地係存放咗喺你嗰個 OneDrive 嗰度。嗱，所以無論你係使用電腦或者使用手機咧，你都可以隨時隨地叫 Cowork 去做嘢。嗱，咁可能你會問啦 ，Claude Cowork、Codex 呢一類本地嘅 AI agent 係咪真係冇意義咧？咁當然唔係啦。嗱，嚟緊 Gemini 會推出一個新功能叫做 Spark， 呢個工具咧好大機會都係屬於一個本地嘅 AI agent， 但係同一時間，佢亦都可以係配合雲端度運行嘅。嗱，如果你而家進入去 Google AI Studio 度咧，你會見到而家佢新推出咗一個模型咧，係叫做 Anti-Gravity Agent Preview。嗱，入邊咧係講到明咧，呢一個模型係包含咗一個雲端去行嘅 Linux 嘅電腦嘅，即係話整體嘅趨勢咧嚟緊就係嗰個 AI
同一時間可以操控你電腦上邊嘅本地文件，同一時間咧佢亦都會有自己嘅雲端電腦。而 Microsoft 嗰邊亦都一樣啦。其實咧佢哋係測試緊一個功能叫做 Opal， 同頭先 Gemini 嗰邊嘅模型差不多。咁只不過咧佢哋嗰個雲端電腦咧唔係使用 Linux， 係使用翻佢哋嘅 Windows 作業系統。嗱，因為隨住時間嘅發展，我相信家用電腦嗰個 GPU 運算性能會越嚟越強，即係話唔排除3-4年之後，一部家用嘅電腦咧都有機會去運行到一個性能幾唔錯嘅模型。咁到時本地嘅電腦配合一個喺本地運行嘅 AI 模型，除咗可以做到數據安全之外，亦都可以長遠節省到好多 token 嘅成本。因為本地運行嘅意思即係唔需要用 API， 你用翻你電腦上邊嗰個 GPU 去運行個 AI agent 啊嘛。嗱，所以你會見到而家啲大公司呢，其實係兩條路發展嘅。嗱，我自己相信呢，未來如果中小企嘅話呢，其實使用雲端嘅 AI agent 係最方便嘅。就好似我哋而家都係習慣咗使用 Google Drive、Dropbox 去分享一啲文件俾同事一樣。嗱，所以咧我唔係話雲端嘅 AI agent 一定係比本地嘅 AI agent 好，只不過就我自己嘅個人習慣而言，我習慣咗啲文件咧係中意擺喺個雲端度，方便我啦，方便我啲同事，同埋方便嗰個 AI agent 可以隨時隨地都攞到呢啲資料。嗱，咁你中意使用邊一類嘅AI agent 咧？歡迎喺下邊留言話俾我知。嗱，嚟緊星期三即係6月24號會有一場 GEO 實戰工作坊。咁呢個工作坊咧係由 SEO 專家 Ivan 去教授嘅。嗱，GEO 咧即係點樣令嗰個 AI 推薦你公司嘅網站。嗱，之後嗰日即係星期四6月25號嘅晚上咧，我哋會有2026年年中嘅AI Meetup。嗱，今次 Meetup 咧，除咗有我去分享一啲最新嘅 AI 趨勢之外咧，咁 So Computer 咧亦都贊助送出一啲 T 恤啊、帽啊同埋一啲鎖匙扣嘅。今次活動咧新增嘅環節咧就係叫做 Demo Day， 就係歡迎大家上台去分享你使用 Skill 嘅應用例子。嗱，你唔一定要講 So Computer 嘅，總之你使用嘅 AI 工具支援到 Skill 就得㗎啦。例如係 Claude、Cursor、龍蝦等等。另外咧喺7月4號，我哋會有 AI agent 工作坊。喺呢個工作坊入邊咧，我哋主要係使用 Manus 呢個工具去練習。明白咗個原理之後咧，其實你喺 So Computer 甚至乎喺 Microsoft Copilot Cowork 去使用，其實係一樣嘅。嗱，Manus 嗰個好處咧就係功能最多、最易用。So Computer 大約做到 Manus 6-7成功能，但係勝在夠平。而 Microsoft Copilot Cowork 咧就係適合企業去使用。嗱，所以喺工作方面咧，你會一次學習到3個工具。其實你明白咗個底層邏輯之後咧，3個工具咧都可以輕易上手嘅。嗱，如果你參加過我哋之前 Manus AI 工作坊嘅話咧，你可以以舊薪半價嘅優惠咧去重讀呢一個課程。又或者如果你參加過我哋任何其他3小時以上工作坊嘅話咧，你都可以獲得300蚊優惠嘅。但凡係參加工作坊嘅學員咧，都可以免費參加我哋星期4晚上嘅 AI Meetup。如果想了解更多課程內容細節嘅話咧，歡迎點擊影片下邊嘅連結。我哋星期4晚上再見。